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3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今日关心风台，中度风台控制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即马拢已经发布。头一个陆上警报的警戒范围是台东甲恒春半岛。咱同齐来听气象署伫拄则最新的说明。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康瑞台风在今天稍早8点的时候，强度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30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100公里。而随着它未来会逐渐的朝台湾的东南部海域这一带移动，因此呢，目前这一报的在海上的警戒区域以及陆上都是有增加。在海上警戒的区域，目前的范围呢是在台湾的东半部海域，还有巴士海峡以及整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而在我们的陆上的警戒范围呢，原先是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这一报也增加了花莲地区以及屏东地区。随着它的逐渐接近，在今天的晚间之后呢，整个陆上的警戒区域会大致涵盖台湾的本岛的所有的范围，而在我们的海上呢的风浪都会明显的增大。在今天的下半天开始，整个东半部、北部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大，提醒大家要严防强风豪雨，以及海面上面的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我们来看到在台风附近的云图，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其实台风附近呢，它的暴风范围是相当的宽广，对流也都相当的旺盛，而它的外围云带呢，也逐渐的在接近到台湾本岛附近。目前在台湾附近的降雨大致还没有比较明显，以迎风面附近为主。不过随着它的外围的环流以及本身逐渐的接近到台湾上空，在今天的下半天开始晚间的时候，北部宜兰花莲的雨势就会加剧，而在西半部地区，整体降雨雨势比较增大的情形会比较往后一些，大致是在台风的中心比较接近到陆地，甚至登陆之后，在中南部这一带的雨势才会比较增多。我们来看到台风的未来的，这是拄则伫气象署上新针对台风台的说明。所以咱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咱今仔日的天气会受到空气风台影响，气象署嘛有针对基隆、双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也若对下晡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咱同齐来看今摆的分图。伫云图顶头会当看到今仔日在风台，看到风台已经愈来愈靠近咱台湾啊。因若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拢会有机会会落雨，雨水是哪来哪高。尤其是桃园以北、宜兰、花莲，今仔日落雨的时间拢会较长，而且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发生的机会。对下暗到拜五的透早，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的时阵，东半部是一定爱洗一大水雨。雨会一直落到拜五，雨风雨才会开休。气象署伫今仔日透早5点半时有发布空吹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目前海上风台警报甲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对下暗开始，半暝还有半暝啊开始到拜五，这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也个影响上大的时阵，头一个受影响的所在就是伫东部，台东的红头树和绿岛这两个所在拢有受影响，所以伫今仔日拢已经停班停课。远远看去，规片暗扫扫，中度风台控制也未定录。绿岛南寮甲温泉的所在，昨昏下晡就因为风真透，有649户失电，加在20分钟内就真紧恢复供电。空吹风台海上甲陆上警报同齐发布，绿岛甲兰屿头一个受到影响。今仔日拢大声宣布停班停课，一直到礼拜5的清晨，将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暴风圈会逐渐的笼罩，而且登陆，然后甚至在中心也会逐渐的通过。风力的部分会非常的强劲，中心附近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性的强风发生，阵风可能会来到12级以上哦。雨势的部分，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北部地区也会有豪雨。当中心通过台湾地区之后，紧接而来的西南风也会造成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发生。为今仔日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会变做是落雨的天气，有的所在会上大雨。
按算拜4到拜5透早，风台中心通过台湾，全台湾拢爱注意透风落雨。不过，风台路线也有无确定性，登陆的地点伫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之间拢有可能，而且登陆的时阵，强度会达到中度风台的上关坎。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在中度的上限，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有部分的模式包含美国的模式，认为它可能还会上修到强烈台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所引发的这个强风的情况也会非常的明显。因应空侪风台就要来啊！玉山国家公园昨昏下晡公告，停止园区爬山的活动，而且通知目前还佫伫咧园区内底272个登山者落山，或者是就地避难。咱若伫咧校园的方面，这礼拜拄好是文化大学的期中考，不过学校因为考虑安全，嘛决定所有的校区今仔日采线顶教学，或者是远距离上课。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控制伊即马豆挖进咱台湾，花莲台东已经提早咧做风台有风台的准备，真侪农民拢开始咧抢收，若渔船嘛拢已经驶入港。本地呢，伫花莲要举办5月天的演唱会，即马嘛已经宣布延期，所以伫花莲的旅宿业者已经开始接到退房的电话。5月天就要伫11月初3伫花莲市东大门边办演唱会，场地还咧大舞台，即马已经停落来。也公告活动要延期，边东大门夜车打翻，也赶紧的风台，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真失望。花莲有这么难得有邀请到5月天来，我觉得没有来是蛮可惜的。希望还有机会他们再回来。旅宿业者也开始接到退房电话，怨恨地动了真无简单，有一场进行花莲的演唱会所受风台影响。不过，而且天气伫还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时阵，退房会被收50%的保证金。发布了台风警报之后再来取消，我们其实是会全额退款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旅客们呢，你们可以保留定金，等到5月天把这个延期的这个日期公告出来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过来。另外，花莲玉里林甲台东的钓龙是咧抢收日期钓作。正式客人也加强防护，避免落雨。花莲甲台东的渔船差不多拢已经入港，渔民模型加固这所，希望将上海港甲上低。台风来了会造成倒伏，倒伏之后泡水，泡水严重一点的话会烂掉或发芽。都打病要出港咧，风台就搁要来啊，都赶紧搁未啊！50-60年都还捌这寒天时咧做风台啊，我嘛是头一遍咧拄着。空台虽然路线已有变数，不过花东两县拢真紧张，并将个烦恼铁公路会搁一摆受创，对在地产业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啊！行政院长导阳台昨昏有去气象署视察，嘛因为进前放风台假有一寡指期，伊是要求气象署爱提升服务。因为呢是暗时7点的时，会和县市首长开视讯会议，来提供上新的气象资料，加做停班停课的参考。也毋过即届对即马开始，伫暗时9点的时，气象署会搁提解一届搁较新的资料，互县市政府看敢要等到9点了后，才决定过顿工敢要停班停课。到气象署视察，掌握空热风台上新的动态。行政院长杜永泰上听简报，关心风雨预测等信息，也宣布今年因为凯比风台甲三多二风台侵扰期间，外界对风台假有真侪质疑。伊建议气象署精进措施，暗时爱搁提供互地方上新的资讯。前2次台风造成的一些质疑跟问题，他们这个问题会来解决。我想这2天气象署会有一些新的做法。那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来配合。除了在7点我们正常有召开这个县市首长的相关的会议之外，我们在9点再提供一次更新的讯息。那如果我们的县市政府他们期待要有更新、更完整的一些讯息的话，那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气象署解释讲，过去拢是伫暗时7点，甲地方政府开视讯会议，提供风雨预测的资料，做停班停课的参考。不过7点使用的是5点外的资料，伫行政院的建议之下，暗时9点，搁再提供一届8点外的资料。新北市府表示配合行政院的决定，并且甲家人台北讨论停班停课，宣布的时间敢会依咱的调整。台北市是讲，原则上也是暗时8点公布，然后特殊状况才搁讨论。
如果碰到特殊的情况、例外情况，而且4个市都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延后这个对外来公布的时间，最晚不会晚过10点。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掌握所有的资讯，那也尽速给我们乡亲做因应的准备。不管它有没有增加，我们的考虑的原则应该是不变的。再多一报题，因为比较接近，比如说台风登陆或什么样的时间，会提高准确率的话，这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帮助。高雄市府表示，过去的经验是，就算风雨的数据也别高，有关爱综合考量对市民造成的影响，过去也无固定的宣布时间。地方政府分别有考量，现在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规范。那伊无基准真歹决定的时，原地就授权首长决定。赶时间也规范，若是专日停班停课，发布的时间应该伫前一日暗时7点到10点进行。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嘅绿洲客航货轮，这个月14日时，在高雄的吊车伫基隆港启动着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吊车，也让这只货轮昨昏驶到亚利的外海，失去动力，等待救援。因为货轮顶悬有载100斤重的吊车，所以真恶拖。加上即马风台要来啊，海面上的风雨有变较强，尾岸的船长决定要弃船歪海啊。海巡署是赶紧出动去救人，船顶17个船员即马拢已经互救起来。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8案，顶礼拜申请延长羁押，将台北市长郭文哲等4个人，法院伫昨昏是裁定审庆经也各具批证审，拢已经爱延押禁见2个月，加上进前已经互延押国民党市机关应晓薇嘛已经延押。郭文哲的延押庭是明仔下晡要开庭，敢会互延押？即马外界嘛真关心。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税务宣传有抽奖办活动，不过即马传出备案。台北嘅国税局办分段的抽奖活动，连续出现4个人着2届啊，可能有内部员工有涉案，也有另外一个活动嘛传出有人头口做。即马立委王宏伟要求一定爱调查，嘛爱严办。来关心咱国军即马在进行7天6暝的演习对抗，是由中部的10军团增加586里对抗南部8军团基部333里。昨在就有军大战车驶经过彰化，也若即届草案嘛头一届加入14天新制9条的后备军人。这架战车2号出现伫彰化县德东乡支持区街头驶来驶去，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吸引真侪民众围观。国军年度操演中台19号演习2日起过，按算对新竹到高雄展开7天6暝实兵对抗。由东部10军团增加586旅，南部8军团基部333旅进行联兵旅的对抗，投入拥护战车、分别驾车等兵力，双方这回升至中台湾交手。国产的摩羯无人机负责空中侦索的任务，将后部队的动向提供战场导向。陆军表示，这个操演重点是伫5连战术作为，专装载验证考验部队下令战术决策的能力。而且这个除了比较去年列入后备部队，佮头一个加入14天新制教育调集的后备军人，强化相比后备的同齐作战的机制。5点多就从2林出发到这边来等待，这样。看到那个我们的战甲车在路上跑，觉得怎么样？感觉蛮震撼的，因为在那种乡间小路还可以这么灵活的在那边运行，觉得蛮厉害的。贯彻一个无脚本的一个仿作战场景的一个演练，我们的常备部队跟后备部队要相互支援协调。操演重点是伫无剧本、接近实战化的训练，过程状况真济。有轿车2日暗时伫台19线嘉义6卡乡，弄到停伫路边的军用卡车，后壁的机车是弄到轿车，造成3个人受伤。另外，操演阁传出有30架战甲车顶军车故障，陆军配合讲无这件代志，毋过有甲排除故障的细节列入去操演内底。这些在演习当中所会面临和发生的状况，预期或不预期的。实际上也是在作战场景上面，会发生的一个状况。也若空军风台可能直接扫台湾，也为操演带来变数。陆军会考虑部队救回来防守甲相关的时空因素，提早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中国的军机军舰不时来扰乱咱台湾，所以咱的国军一直咧加强演练。也毋过，即马伫新竹陆军的乌口训练基地，就传出附近有12间人家厝，那亲像是因为军方较接地进行火炮训练，除了有噪音的问题，即马连人家厝嘛有必损。民众就烦恼徛家有安全的问题，转向军方反映。军方伫昨昏嘛有专工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厝内壁拢一巡一巡，连涂骹的太路嘛闭开。行出来外口，计当看到厝主用红门图布过分裂。住伫乌口基地附近10几栋的民众讲，今年因为军方较侪演习，厝内损害的状况特别严重。就是担心啊，最主要是梁柱啊，梁柱怕塌下来。我怕它就倒下，你看一定会，一打了那个大炮，一打的时候，那个。好像会裂的样子。里长指出，今年乌口基地对年初开始，就定定进行火炮训练，有时阵一礼拜4、5天，对早起练到暗时，造成大家真大的困扰。目前有12户传出受影响。最近的射击比较频繁，然后把他们家的梁柱都有震裂的情形。如果说达到那个真的是伤害到。人民的权益的或者身体的健康的话，确实应该要军方来负责，来提供一些那个啦，一些补救的方式。军方收到当地人的反映了后，拜里找检测单位来评估病体状况，也答应上近1礼拜内会招大家进行相关的协调。找第三方公证来做公证，我们就依照法规来办理啊。最快1个礼拜以内我们会成立纠纷的协调小组，我们会找青埔镇公所还有村里来共同来协调这个事情。军方讲，等检测数据出来了后，若确定是因为火炮造成的，军方就会负起责任。民众是指出，过去为着国家安全，会当忍受火炮造成的噪耳声。不过，即马烦恼的是大的安全，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要登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拢传出有投票箱倒毁。另外，川普即马伫纽约的造势活动顶悬有请艺人来甲伊助讲，也毋过艺人讲毋对话，即马嘛互批评是种族歧视。也毋过川普阵营是赶紧出面解说讲，这毋是川普的意见。Lik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this, 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 就是这段争议发言，互川普搁再互批评种族歧视。日前，川普伫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造势场合，受邀请的笑开剧艺人辛克利夫讲拉丁族群的耍笑，讲因介意事件，引发外界批评。来自波多黎各的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对谈的时，语气真激动。I nee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have some a-hole calling Puerto Rico floating garbage, know that that's what they think about you. People in Puerto Rico are citizens. They pay taxes and they serve in the military at almost a higher rate than anybody else. 辛克利夫透过社群反过来批评上气的人未晓欣赏笑亏，不过本受到的言论引发效应。爸母拢是波多黎各人的珍妮弗罗培兹透过社群分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波多黎各，甲批评川普侮辱共乡的大文。波多黎各的歌手 Bad Bunny 派托啊也分享贺锦丽的竞选影片，用这来表态支持。贺锦丽也出面回应。批评川普的支持者，甲受训的怒火点火岛分裂美国。川普阵营也紧急出声，表示这个言论无代表川普的意见。另外，华盛顿州甲俄勒冈州二边拢传出投票箱互人放爆炸物来起火燃烧的事件。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投票箱内底几百张选票因安尼互烧去，因为选票箱内底装有防止着火设计，避免选票箱受到严重的损害。当地首长呼吁选民莫因为安尼放弃投票。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认定两件事件有关联，也对监视器发现一只复合的车辆车主有重嫌，当咧全力追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因为北韩是派军队去罗西亚要参加战争，这单代志引起国际上的关心。北约秘书长8日的时事证实讲，有看到北韩的军队即马是部署伫和乌克兰进攻的库斯克地区，这毋但甲这场战争的态势有关，嘛威胁印太区域的安全。美国国防部即马就表示，准讲北韩加入罗西亚去拍乌克兰，安尼就袂阁限制乌克兰来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n troops have been sent to Russia and that North Korean military units have been deployed to the Kursk region.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本是根据南韩提供的情报证实讲，北韩已经向罗西亚派差不多1万的士兵去帮助乌俄战争。吕特讲，这是普丁渐渐绝望的迹象，因为罗西亚在乌俄战争内面已经消磨60万的兵力，若无外国的支持，是无法度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目前罗西亚已经部署北韩的部队到库斯克去参战。吕特谴责北韩派兵的举动，唔但会互乌俄战事欠悬，嘛会对印太区域的安全造成威胁，呼吁随停止。不过，正拄好的是，北韩外相崔成基嘛伫同一天启程去莫斯科，罗西亚驻兵种大使特别去机场送伊。这是崔成基6礼拜来第2摆访问罗西亚，当然是加深外界对兵种卷入乌俄战争的烦恼。乌克兰今年8月初成功对东北部拍入罗西亚境内的库斯克地区，目的是希望会当增加和罗西亚谈判的条件，另外嘛分散陆军兵力，消除乌军伫乌东战线的压力。但是目前陆军已经甲库斯克差不多要一半失土拢抢转来，而且伫乌东有好成绩。日本国防哈尔科夫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克里沃罗格。There is no silver bullet, no single capability will turn the tide. No one system will end Putin's assault. What matters is the way that Ukraine fights back. 美国国防部长进前访问基辅，宣布佮提供乌克兰4亿美金的军援和武器。美国捌要求乌克兰袂当使用因提供的长程飞弹来攻击罗西亚本土。不过，国务院进前表示讲，若北韩部队参战，美方袂阁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新增限制。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一场战争是以哈战争，即马以色列的国会伫2月是有2月要通过，2月已经通过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公定处这个组织的运作，而且佮把这个组织列作是恐怖团体，已经禁止以色列的官员甲这个团体直接。自1949年以来，这个救济团体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希望，所以以色列这款做法，即马嘛引起国际上的批评。以色列国会用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禁止UNRWA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甲公定处。在以色列境内，当耶路撒冷加沙加约旦河西法庭占领区运作的法案，新法已在90天了后生效。另外，用8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将进东救济公定处列为恐怖团体，禁止以色列官员甲因有任何接触的法案。UNRWA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s completely taken over it. What we've seen in Gaza is how Hamas has taken over United Nations facility, schools, hospital clinics, and headquarters in order to use them as military bases to hide ammunition, to hide rockets, to actually commit terror activitie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acilities. 194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的进东救济公定处，毋但是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命线，阁是加沙规模上大的骗局单位。西方加加沙两地有300万难民受因的照顾，各13000个加沙居民患车。以色列一片加沙以来，已经几啊百个进东救济公定处职员死亡，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援港损失人数上济一场冲突。大家法案研议阶段，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南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长拢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是按以色列暂停立法，唔通阁继续向前。They reall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right now in Gaza, where the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gett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they need it. There's nobody that can replace them right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crisis. 甲近东救济公定处同款是人道团体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讲以色列做法是对人道援助真涵盖的攻击，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集体处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罗西亚表示，因的军队已经在演习新的核武，若是就任的印尼的总统嘛，伊讲因要甲罗西亚加强军事合作，所以已经宣布对后礼拜开始，因两国要头改进行联合演习。来关心欧盟伫今仔日宣布对中国要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要开始扣上悬35%的反补贴税，这个措施会实施5档。合并一般的关税了后，上悬扣税要扣45%。因那欧盟这届的报复性的关税是引起德国的反对，因为德国是欧洲制造汽车上界主要的所在，伊嘛惊讲尾啊会影响到家己。来关心南非的外交部要求咱的代表处搬离开因的首都。咱外交部表示，南非的政府即马有展现愿意协商的诚意。当地媒体就报讲，反对动之一的南非行动党呼吁南非的政府爱尊重台湾和中国的主权，唔通互外国势力牵咧弄各国势，主导因国家的外交政策。南非进前是要求咱的代表处10月底进前爱刷离开因的首都。因过咱的外交部昨昏是表示讲，南非即马态度已经有转变啦。南非的政府愿意依照双方官方管道来协商这件代志。学者是分析讲，虽讲南非一直想要巴结中国，不过伫南非当地也是有支持台湾的势力，所以袂一个手就拆破面。南非要求咱驻南非代表处伫10月底进前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外交部长林佳龙指示阿非司长贺中义，日本佫一摆调见南非驻台代表，严正表达咱这边的立场。本来南非坚持无协商的空间，经过几天的交涉，因态度变冷。南非政府愿改由依循双方既有官方沟通管道，优先与我方就未来双边关系进行磋商。外交部嘛呼吁南非政府做 G20 的成员国，在协商得到共识进前，无应该对咱的住处采取任何经济也是干扰侨民服务的动作。学者分析，因为咱这边是真有条件会当反制，譬如讲，即马差不多有5000个南非的英文老师伫台湾，若是减少聘用，甚至甲赶出去，会冲击南非的经济。加上咱方含南非嘛有邦交，当地嘛是有友台的力量，袂因为北京的施压，就凊彩含咱踢破面。其实今天被迫搬到 Johannesburg， 我们真的没有伤，我们也有些筹码，不是很多，但我觉得也足够。觉得是说，还是有一些有台的力量，声音会出来。中国持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11月初4会伫英国举行，不过台湾甲大陆还未受到邀请。目前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想我们一向的这个原则是我们会努力到最后。另外，联合国气候大会11月11伫亚塞拜然举行，台湾同款嘛是还未受到邀请。外交部讲，若不要让台湾参加是世界的损失，呼吁各国来支持台湾，以专业务实有贡献的精神参加。我希望因应气候变迁创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这机制，无应该以任何政治因素来排除台湾的参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温小巨蛋这一站，表示有人嫌犯想要共性侵害案件。这是一个生出来查甫人，唐刚刚秘伫查某便所，伊毋通偷看人便所，佮爬过便所间，想要甲一个查某民众性侵害，甲在是不成功。之前伊就互法院判3年6个月徒刑。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讲，公共场所的便所的管理一定要加强。这阮站的人来来去去，坐车若雄雄想要放尿，也有公共便所。不过，这阮台北小巨蛋站发生一件性侵案，一位生出来男性脱北体，秘伫查某便所偷看内底的查某，佮搬过隔间，拍向被害者，想要甲伊性侵。当然，如果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会害怕，可能要什么保全人员啊加强。你就上厕所会有恐惧感，对那个女性没有安全。应该要加强管理。这阮公共便所发生性侵，真侪人拢感觉真惊吓。专案经过法院审理，虽讲嫌犯证讲伊是雄雄想到天气热才会脱北体，不过合议庭是无采信，毋若害被害者真侪所在受伤，心理的冲击甲惊吓也是真歹想象。更加因为安尼造成社会大众的惊吓，一审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判3年6个月。在绿线的部分，我们都会编排一个巡逻线，那在南京复兴站会编排一个守望点，分别有编排2小时或4小时的勤务。
提高伫公共场所犯案，民众伫外口变数是袂安心。这阮警察强调讲，巡逻的勤务拢有斟酌安排。台北这阮干那讲，只要发现奇怪的状况，通报警方处理。面对这个案件，无正式的回应。有没有在人烟比较稀少的时段加强巡逻？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捷运的这个监控人员，他们可以去密集的去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有没有什么异状发生？拄到这款的情形，被害者是要安怎自救？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要大声喊救命，轻轻锵锵制造声音。尽量收集证据，也建议公共场合的管理者强化监控、巡检等等的安全管理。事后的补救永远是比袂过较周至的事前预防。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本土雷片子死亡是各新增加一例，个案是高雄一个60多岁男性，伊有慢性病史，就伊的同工就死亡，这是3岛日风台过后第2个死亡的案例。另外，天狗节疫情嘛继续在加悬，顶礼拜有新增加7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拢是新北中和和新店的群聚案例，也伫新店的天山公园附近的山区，即马已经列做管制区。雷片子的死亡国加一例，疾管署讲，顶礼拜新增加3例本土雷片子的病例，拢伫高雄市，年岁是伫40多岁到70多岁，嘛拢有慢性病史。其中一个60多岁的男性，10月2日因为感觉真喘去看医生，迄天就因为败火性的休克、呼吸衰竭死亡。这嘛是3岛日风台过后雷片子死亡的第2例。这个案例呢，因为他也没有直接接触这些污泥污水，所以吸入而造成类鼻菌感染才是最可能的一个途径。另外，天狗节的疫情嘛升温，顶礼拜是新增加7例本土天狗节的病例，包括新北市中和4例、永和1例、台北市中正区1例、中华县的溪州乡1例。因为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这7例拢和新北市中和新店群聚病毒的事例同款。疾管署研判，这拢是同一件群聚事件，为着要阻断疫情的传播，伫中和景心公园、三界庙、新店天山公园和4颗地亚的山区，已经列做是管制区，但是同款有民众拢入来，嘛拢防法。远警于10月27日巡逻时，发现一位民众擅闯管制区，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67条及本府公告，将依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裁罚6万元。新北市卫生局搁一摆呼吁民众，卖准是讲袂遐尼拄好互查到，若是查到你黑白弄入去管制区，上悬会当罚30万。疾管署嘛提醒讲，最近康瑞风台就要来啊，请民众要开始做好氧气的减量和助生员的清除，慢性病高风险的族群尽量拢踮伫室内，避免开窗仔门，而且建议室内外拢爱挂喙烟，才袂去闻到有病菌的营养还是水滴，嘛较会当降低感染雷片子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是一个刷一个，影响农民的收成。台南有农民就烦恼杨芳瓜和红葱头的收成。也若杨芳瓜按算要种后一批的人，即马嘛开始丢赌讲，到底敢要种无？就惊心血规的乌有去。透早农民赶紧到园林，因为本正大好的布棚，敢来当当7级8级的风势，这芳瓜打闪过3岛日风台损害，不如个这阵风台空雷煞过来了乱，这回因用铁架来甲杨芳瓜布棚顶好完做加强，把先甲田的水路开好，按算后个月中准备通采收的农民是带来等，若要种新的一批农民是咧丢度，敢要种落去。所啊，搁牢固以外来。确定台风会进来了以后，阮顶管个会加铁机啊，我上下拢保护啊，不要说阵风来，当规个当请起来安尼。即阵直接大家拢敲电话来，啊要种啊，无爱种，要种落，可能迄个吹的全部拢无的，啊无爱种来雨人就济，阮嘛无法度打去。乌布棚环境种，同款受到影响的，佫有红葱头，因为今年风太济，带来大量的雨水。地处北门区，侪农民拢延到10月份才种。农民讲已经真久无安尼生，红葱头风雨上大，拢会被砍折，因按算今年产量会减少。伊慢种，爱有伊的期限啦，爱伤慢绝对较歹，会紧张啊，昨日拼啦，安怎讲？因为你风台来，你一来伊是发出来，毋过袂也是袂当有安尼，直直往啊雨若济嘛是歹。真种落的，大概讨伫个5成左右啦，所以佫有其他5成还袂种。
农民嘛是大家拢心慌慌啦，水啦吼，头会离是马紧啦，问题头袂离嘛是会浸死啦。另外，伫台南后壁区正义基地的农民嘛，因为风台尾来提早抢收，就惊心黑乌有气。这阵风台行的方向各有变数，乡亲也是爱提悬警觉。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顶一个风台3度2风台，互高雄、屏东风势真透。风台要来啊，真侪人会伫风台内进前伫玻璃顶悬搭铁布来防止玻璃破去。不过最近呢，内政部的建筑研究所有做实验，就发现讲玻璃顶悬搭铁布是无法度去互玻璃变较勇，颠倒玻璃较高破。拆开铁布伫玻璃窗顶悬打一个美的字，这是真侪民众踮家伫风台内进前拢会做准备。不过最近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有针对无共铁布的打法，甲完全无打铁布的玻璃窗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无打铁布的玻璃窗会当承受差不多17级的风，有打铁布的玻璃窗16级风就拢破去啊。其实没有贴胶带的部分，其实玻璃窗它受力是比较均匀的，所以它可以均匀的分布。可是我们如果有贴胶带的时候，它会造成有些地方比较厚，有些地方比较薄。内政部建筑研究所表示，亲像咱接看到的美字打法，其实玻璃窗的受力尚无招魂，玻璃窗破去的几率较悬。另外，大概风台造成的强阵风甲上大雨，拢互民众心惊惊。民众为着要避免水淹起来，会事先伫门口贴沙包。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分享贴沙包的方式。正常咱有2种的贴法，一个是人字形，像咱写字迄个人。安尼交叉啊，第2款是砖啊壁迄款的，因为这2种的贴法是讲迄个较无芳，较无芳，迄水就较袂流入来。这届空瑞风台一步一步挖进台湾，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表示，玻璃窗搭铁布袂使讲是完全正确，也是唔对的做法。不过搭铁布确实会当避免玻璃破去，世界杯有人受伤，事后也较好清理。另外，科学馆也提醒民众，风台要来进前，会使准备2公到3公分的牛色，店家外口的空板也要注意是毋是有固定辐条，避免雨天天透风落雨造成意外。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苗栗泰安的水分水厂停车场附近，昨昏发生虎头蜂攻顶攻击的事件，3个大人和3个囡仔去虎头蜂顶着，加在这6个人拢意识清楚，嘛无过敏的反应。泰安乡水源瀑布木栈道有游客6人3大3小遭虎头蜂蛰咬，立即出动1辆救护车及3名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发现1名小孩被蛰4处，其余5名各1处。均意识清楚，生命征象稳定，无过敏反应。这6个人是对新德到家的自学团体，因是一落车就拄到虎头蜂，互虎头蜂顶着头顶、头壳也个骨手骨，因赶紧密登去车顶，转赶紧报案。消防局是表示，已经通报专业单位，最近会赶紧安排人去甲虎头蜂收慢掉。台中大里立德里的一大社区，因为树仔是发甲真大丛，所以鸟仔会来遮生炭，会来遮做收。当地人就怨讲，透早到透暗，鸟仔叫声有够吵，而且鸟仔屎嘛造成因的困扰，所以公所对顶个月开始有派人去剪树仔，不过剪树仔行为引起保护树仔的团体不满。真侪鸟仔伫树仔顶发出真大叫声，吵居民真困扰。台中大里立德里19家附近住户，长期互鸟仔吵甲是真艰苦。的大楼跟这边的住户啦，每天凌晨4点多就会被我们八哥鸟叫醒，到晚上的5点到8点这段时间，八哥鸟是吵杂到根本没办法睡。居民讲，这个鸟大部分是外来种的家庭，早叫暗嘛叫，还有真侪败者无，互停伫树仔开车甲涂骹拢被黏做白色，真侪摆向公所တင်前，公所伫顶个月底开始加落树，所以引起护树团体质疑，加了伤过头。那你既然是要择一，那你怎么会把它最珍贵，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这样砍掉？那你等于就是不要这些树在这里的意思，不要鸟在那边栖息。应该也有其他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把树砍掉这样子啊。粪便呢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那民众也一直在澄清啊，也不能去扑杀鸟类啊。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修剪树木，就是让它栖息地比较少一点。
公所表示，这是每年例行的修剪，好人是为了刮鸟啊，护树团体是积极。树啊收过头可能会害死亡，这鸟啊也只是飞到其他所在，根本无法度解决问题。市府农业处表示，今年8月伫淡水区已经用雷射光的方式来刮鸟啊，已经有成效。这目前还是在一个试验的一个阶段。至于说我们连续照射几天，可以让这些叶栖树将来都不会有那个八哥鸟停歇，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农业局表示，这项计划经过连续3天的测试，效果真好，会赶紧对大理区有鸟害区域来实施。不过，要安怎避免影响社区的居民，要有效果应继续偌久，可能要有更较侪测试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接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目睭就较高疲劳的感觉无爽快。医生就提醒讲，若是目睭感觉会疲劳较大，爱去医生看，避免恶化变做大眼症。安尼要治疗就较辛苦。台北营总昨昏表示，根据统计，咱台湾可能有1成的人有大眼症，也若65岁以上的族群，3个内底就有1个有大眼症。干眼的困扰部分就是红肿痒痛。然后眼内的异物感。59岁的林女士打扫症已经买20年，因为打扫症这款自体免疫疾病会破坏伊的泪腺，影响分泌，所以林女士有严重的大眼症。往过伊敢若食西药治疗，但是效果无好，而且医师讲治疗打扫症的主要药物机能，副作用可能致使青霉。半年前，病院甲伊加入汉药，兼顾治疗。林女士的状况好真济。那经过针灸还有中药的滋阴润燥这些步骤以后，等于说那个发炎的次数也会减少，然后痒的次数也都会减少。那我们的经验是说，患者他不管是茶膏还是这个针刺他在结束这个临床针以后他大概可以再持续2个月的时间的效力。但是会随着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眼睛开始要干，本来只要一天点1次的东西，可能要点到2次到3次。加入汉药甲兼顾的疗程，林女士的西药减食真济。上重要的是大眼睛状况变好。台北营总讲，根据统计，台湾有10%左右的人口有无同程度的大眼睛，甚至65岁以上有1/3的人有这款症头。医师建议，目睭若感觉无爽快，就通先互医生看，先调养身体。因为等到你变干眼真的要来治疗的时候，你要花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中医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理。医师讲，现代人看手机啊、电脑、电视，尤其是学生啊、工程师族群，因为因荧幕目睭大疲劳的状况会较明显。医师建议，若有这款状况，就赶紧接受治疗调理，避免恶化。记者讲，王兴忠台北报道。海委会海洋保育署对2021年开始有甲渔会合作成立北海底野巡护舰队，就是渔民出海去讨海的时，若是有看到北海底，就翕相机甲翕起来，赶紧通报。今年渔民有通报101届，海保署昨昏举办表扬活动，希望更较侪渔民加入保护北海底的行列。看到北海底出现伫台湾海峡，渔民赶紧摕手机翕相记录。台湾西部海峡的特有亚种台湾北海底，目前存无100只。海洋保育署2021年开始甲渔民合作，成立北海底巡护舰队，透过渔民出海的时汇报看到北海底的情形。目测到白海豚咱的速度一般都会降到差不多剩1迈啦，所以变做讲尽量莫甲惊啦。过来有一个情况就是讲安尼甲翕较会对啦。较济差不多40-50只，较少的族群嘛是有2-3只、4-5只安尼，拢伫云林甲彰化较济。特别若拄到白海豚，就是表示这个生态还阁袂歹。今年观察到北海底上侪届的，就是这位彰化区渔会渔民杨金成，计共翕到北海底15届。根据统计，北海底巡护舰队即阵有280位渔民，今年有101笔的北海底汇报资料。北海底的个体资料库目前累积有70只个体，有4只已经死亡。
整体的白海豚其实碰到很多的问题，包含周边的开发啦，然后包含它的食物的来源缺乏，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这样子的活动，其实也是透过渔民的回报、牧士的回报，那我们会知道说到底还有多少的数量在海上。海保署表示，透过渔民回报资料，会当知影北海底的活动范围，刚好一比一重掌握保育的工作。加上海洋保育法已经3读通过，对违法的行为有更较明确的规范。未来也继续想办法降低对北海底的人为干扰，守护北海底的生态地。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相煲歌是一款生活智慧，两个人相煲，你一拍，我一拍，用对答的方式来唱出生活感受。即马伫澎湖南方苏岛会晓相煲歌的老辈真少啊。为着要记录这项传统文化，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署专工找导演来拍纪录片，甲相煲歌的珍贵用影像保存落来。台顶的厝拢起山顶。厝顶看海上介清哦。澎湖南方苏岛的基佬用小煲歌的方式唱出西树边的生活风景，佮有细汉的记忆。这出纪录片播出海岛人生，澎湖南方苏岛煲歌记忆，是记录伫澎湖南方苏岛会晓小煲歌的基佬，透过影像，互民众了解这面临危机的小煲歌文化。剩两个啦，所以其实。包歌是很危险的，所谓危险就是说，文化这种东西要活得保存的，当人离开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啊。导演也表示讲，因为南方苏岛人口外流的情形是真严重，加上交通无介方便，这个小煲歌文化要传承甚至保存拢真困难。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唔才会委托伊做纪录片。当年研究煲歌文化的洪炳聪老师，即届也用澎湖腔的台语替这出纪录片配音。伊是自然产生，这人若是无拄的，伊就自然消失去。洪炳聪老师表示，即马澎湖本岛会晓小煲歌的人，恐惊无超过10个人。面对文化传承的挑战，海关处也表示，纪录片27伫澎湖头届搬演，未来会规划去到澎湖，也是台湾本岛各学校，带煲歌的耆老甲遮的少年朋友分享，希望有更较侪人同齐来认捌这项特别的传统文化。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宜兰河信北市文化局登录做小煲歌传统文化保存者嘅陈福虎老师，伊今年85岁啊。伊对民国92年开始，就登去伊嘅母校石碇国小，甲学弟学妹唱小煲歌。转头插的新歌。伫台顶甲囡仔唱小煲歌是陈好虎老师，伊今年85岁，是新北市第一个小煲歌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为着要将小煲歌的文化传承落去，伊对民国92年开始，转去母校甲弟学妹学小煲歌，搁会去了解学生囡仔因兜的小煲歌拢是安怎唱的。我第先去了解因四大人。用的方法，我从因的所在来方法，甲来遮我才搁再转换我用我的方法，落去甲因沟通。就伫遐咧推广这个地歌啊，吼，拢是阮学校的校友。加真侪，尤其是校辅老师是阮的大学长哈。陈好虎老师伫台顶在上课，伊会牵手倒挂英女士，就伫台骹甲小朋友做伙练小煲歌。伊讲伊隔暗过10档了后，才知影原来伊翁婿才教才老唱小煲歌，所以嘛赶紧去学小煲歌，通好甲伊翁婿斗阵小煲较趣味。现在我32个家啊，差不多40外个。伊才，我才知影讲伊会唱这小煲歌，我毋知我的翁较后。为着要将石碇仔的实地文化甲小煲歌继续传承落去，石碇各校啊有规划相关的课程，对挽茶、炒茶、做茶鼓到小煲歌，一项啊教，互即寡学生知，希望甲在地要失传的茶文化找倒转来。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镜头来嘉义市的喷水圆环是当地地标之一。为了要让民众了解伫嘉义的在地历史，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有举办活动，透过绘本向民众来，让民众知影伫白石腔爆了后，嘉义圆环附近有出现什么款的演变，也有故事。
阿公总是带着我一边沿着喷水圆环走。绘本内底这对祖孙的故事，互现场的民众对家己园区附近的地景有简单的认识。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伫家己市的道理册店，用小小的基地做主题，分享一本细喷水圆环行也行的绘本，要来绍介家己市喷水圆环的历史。伊透过这款的较软性的故事，我感觉会当甲这较严肃的，较严肃的议题会当分享给较少年一辈的囡仔。除了绘本的分享以外，嘛有举办行读的活动。带民众为家己车站开始行到园区附近的巷仔内底，实在了解这个家己上闹热的区域，经过白色恐怖事件了后，产生什么款的改变？阮找到遮侪不动东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是甲地方都就有关联的，所以想讲来地方正把这块的故事喊转去这些地方所在。本身也对历史有兴趣，所以也之前有稍微有研究过相关的一些题目这样。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研究员表示，过去维权的时代有真侪代志、真侪故事拢袂当讲。透过调查不动东山的过程，还原地方的历史，经由绘本甲行读的活动，希望让地方的过去甲演变，会当用无同的形式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台语台新节目《脱脱秀台语》真受欢迎，丰岛老人基金会最近有举办阿公阿嬷脱秀练喙会比赛，时代表演真精彩，咱做伙来看。这个吼真水呢，吼啊目睭佫较大蕊，吼啊这吼伊讲这来说一个嘛偌好，你敢知无？伊迄小姐咯歪头过来，啊，就面对着阮吼，啊就来讲，说你去死啦！台顶这位大大哥今年78岁，丰岛老人基金会举办搭喙鼓比赛，伊是年岁上大的。这届比赛，伊讲的主题是40年前甲朋友去日本开马仔的故事，当作人听无台语，落尾去开着台湾人，互人骂甲臭头的经验。阮这朋友也相拄，大家都会搁安尼伫遐咧互相消遣，互相讲一讲，好，迄摆安尼实在是有影吼。安尼真闹开啦，吼！啊，不过你小姐较想要真水。长辈是会使去你舞台顶管安尼讲，他不一定是只有会使当咧厝咧看电视。最近台记台新节目《Talk Talk 秀台语》真受欢迎，真侪阿公阿嬷讲因唔那准时收看，而且嘛是对这个节目来练笑亏。这阿公阿嬷愈练是愈有信心，嘛设目标，输人唔输阵，后摆想要报名《Talk Talk 秀台语》来参加比赛。这个节目我有拄，我最近咧看到伊是新开的节目，啊，就是用台语搭喙鼓做脱口秀。啊，若有机会，我嘛使去参加公司这个节目去，用迄个台语做脱口秀。公司的咯台语台啊，哦，我想要来去啊，要来甲伊壮着胆参加。丰岛老人基金会讲，当初会想要办这个活动，是因为时代讲话，少年人无爱听，为着要增加世代之间的交流，因才会鼓励时代用家己的故事、生命经验来写卡本、讲故事、练笑亏，将家己人生的故事用趣味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记者陈阿选、柯敏姐台北报道。关心天气，和乡亲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外岛20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